AI 人工智能用途越嚟越廣，佢哋處理數據嘅能力、分析嘅精準度，人類都未必比得上。不過，如果你以為 AI 永遠是對的，咁又未必喎。最近英國就發生咗一宗交通罰款事件，事主 David Knight 收到當地議會嘅信件，指控佢喺一條巴士專線上面違規揸車，並且要求佢喺限期之前繳交罰款。不過 David 就指出，信中指佢違規嘅地點距離佢屋企120英里，佢根本唔會揸車去嗰度。佢發現罰單上面印有2張圖，一張展示一條冇車嘅車道，另一張就只係見到一位女士。事後發現，原來嗰位女士身上嘅衣服印有 Nita 嘅字樣，同 David 嘅車牌只係相差1個字，而且咁啱嗰個字又俾嗰位女士嘅手袋肩帶遮住，令到閉路電視嘅 AI 誤以為車牌只係俾嘢遮住，就直接向 David 發出罰單。由於今次嘅事件係閉路電視嘅 AI 擺烏龍，所以最後 David 都唔使繳交罰款。不過睇嚟當地政府真係要改進下 AI 嘅辨識同埋分析能力。